另外，咱来看伫个南投县仁爱乡的这关山的农作物嘛是同款，因为风台受到损伤，亲像高丽菜也是芳水碧合等等。在地农民是希望讲会当甲政府来争取到全品项农作的天然灾害现金救助。杨柳风台虽然伫南投县无带来真侪雨量，不过起大风造成仁爱乡的高丽菜、苇仔菜、桥仔瓜、面豆等等，以及清境地区的防水有力拢受损严重，温室的设施嘛受到风台的损伤，对仁爱乡造成真大的影响。香水百合每2把，夏季都有1把来自于仁爱乡，那这一次可能会有受到部分的影响。好，那蔬菜方面，高丽菜啦，或是敏豆啦、节瓜啊，受损率可能会达到3成左右到4成。南投仁爱高山地区因为是食方面受灾较严重，南投县政府农业处表示，农民若有受损，会当直接摕相关证件到乡公所申请财损补助。蔬菜的部分啦吼，会使请咱的民众吼，冒顺着灾害较紧吼，摕到咱相关的证件来甲咱的公所来申请。因为农业设施的损害嘛，关系到后续复原的进度。这个南投仁爱的清境地区，有利温室的架仔、塑胶布拢受损。南投县府农业处强调，嘛会请农业部赶紧甲这个部分来一补助。记者邢平基南投报道。